韩国天团 BTS 11月要伫高雄唱3天，哇，真侪歌迷知影消息哦，真欢喜、真激动，赶紧的电脑来订饭店。咱看到高雄饭店啊，即马才当时尔，还未唱的，即马就开始做人咧订啊，有的啊，甚至都已经客满。当然啦，高雄市的观光局啊，嘛要开始严格来查，是毋是这起价敢会起甲伤咸？ 韩国天团 BTS 最近专管合体，将第3季推出到新专辑《展开世界巡演》，11月也将会头一届伫高雄开演唱会。很棒啊，有更多韩团来的话很好，我觉得很好。对啊，就是带动高雄的观光。了解消息，每朝每种拢真期待，高雄饭店的订房率也对的增加。以11月19号跟11月22来说，这2天我们饭店已经都客满，已经满房了。那目前还有空房的部分是11月21，住房率也来到了60%多。BTS 将伫11月19至1月27伫高雄唱3天。 高雄盐埕区饭店的业者讲，房间拢特别客满。啊，那高雄高山区的国际饭店，预计17月中昼开放订房，目前大房率也已经来到50%。早顿看起来真澎湃。 高雄其他饭店业绩也对的成长。11月有韩国的 BTS 团体，我们也预估可以提升整体期间业绩成长1到2成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已经进了近100笔的订单。那整体的住房率呢，也提升了2成左右。订房率提升，房价若要起，也必须要合理。 高雄市观光局也严格稽查。从114年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执行了512次的旅宿稽查，其中高达345家次是针对旅馆房价进行稽查的。演唱会牵动高雄的经济 ，Super Junior 也将会伫1月13到25来到高雄。接运站也已经点定应援，被欢迎各大天团降临港都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